亲爱的天父，赞美你，求你看顾我亲爱的孩子的身体健康，保守他有良好的饮食习惯，选择对身体有益的食物，并有运动的习惯，保持身体的活力与强健。求主保护他远离流行疾病的侵扰，赐下强壮的免疫系统，也提醒他，身体是圣灵的殿，需要用心管理和照顾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感谢您的聆听与观看，按赞是您对频道的肯定，分享是您对福音的参与。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上帝的话语或您生命的见证。愿上帝祝福您。